保安處理電力故障的流程。首先，事故預防與事前準備。準備一，制定全面的電力故障應急預案，如演習，並定期組織演練，提升全體員工及相關單位的應變能力。準備二，預備必要的應急物資，如備用發電機、應急照明、絕緣手套等安全防護設備。處理步驟：第一步，收集資料，冷靜聆聽報案人提供的事故區域、受影響情況。第二步，立即通知上級，向保安主管報告情況。保安主管需馬上通知工程部及客務處負責人。第三步，現場安全評估，上級立刻派員趕到現場，視察評估現場情況，確認是否有受困人員、電梯內或重要設施遭受影響，啟動對應的救援與保護措施，實施現場安全隔離措施，禁止非相關人員進入事故區域，放置必要的應急物資，如備用發電機、應急照明、絕緣手套等安全防護設備。留在現場等待專業技術人員到場，不可擅自接觸任何器材。第四步，專業技術人員搶修期間，如因電子門禁系統可能失效，保安需以人手方式控制出入，確保未經授權人員不得進入，維持建築安全秩序。在停電可能引起居民或使用者緊張不安時，安撫受影響人士情緒及幫助需要協助人士。保安負責維持秩序，防止混亂及保護人員安全。保安需增加巡邏頻率，特別留意停電導致的安全盲點，例如樓宇內照明不足、閉路電視無法正常運作的區域及緊急出口通道是否通暢和安全。第五步，修復完成後的管理，檢測受影響系統是否完全恢復正常。如確定系統穩定運行無二次故障後，解除現場安全限制及通知受影響人士，撤回所有應急物資回儲物室。第六步，記錄事件經過 Incident Report， 詳細記錄接報時間、處理措施、指示及事件發展，以備後續報告。